一里，无义你来你归，亲像上午飞上天。思念出泪点点化作茫茫上江水。心爱你在天，甘知阮有我想你。月娘岛上的鸡光暝，听见这条《月娘岛有我在等你》，咱就知影林燕如原底伫歌坛铺铺顶顶，因为这条作品才开始有代表作。创作这条歌曲的叶家修老师，伊嘛写梦中也好，互光辉改变歌路。伊嘛写就是武判，你是生命，互庄心梅摕到金曲奖。今仔日我先招你来听伊另外一条作品《对唱的人》。台语歌后龙千羽讲起双人往来过程，小等下，心所爱的歌节目现场，叶家修老师要来和咱轻松开讲。其实叶家修老师的歌啊，较早我伫西餐厅咧驻唱的时阵啊。常常就是会唱着老师的歌啦。后来因为一帮燕如写《听小你的心》，甲走别咖啡啊，我非常的喜欢。然后我就请公司讲唔知使甲叶老师邀歌无？叫老师就帮我写这首《爱单路》，而且伊头一摆摕这条歌给我的时候，伊足古锥啊！伊讲千羽，你知什么叫单路无？我讲单路。老师，单路是什么意思？伊讲单路就是台语啊，咱的礼物啦，吼，爱礼物啦，爱单路啊。你看咱的台语哦，足水的啦。你看这单路就是你遐咧等，好等这个路啊，两个会当安尼相拄，迄种感觉是不是很甜美、很甜蜜？我是跟老师说我想要一首对唱的，对，那老师伊就家己设计，伊讲好啦，无千羽啊。我来跟你唱啊！我说哇，那雄厚啊！老师愿意这样子帮千羽啊，我真的是求之不得啊！就是以前听老师唱民歌的时候啊，就是一种很棒的享受。好，老师这样自弹自唱，你看他唱的也这样怡然自得，然后我们听的人呢，真的就是在享受那种民歌的氛围啊！后来我是感觉老师最厉害，就是讲你看民歌啊写，国语歌啊写，台语歌嘛写。我本来是讲要拜托老师帮我写抒情的，但是老师的 feeling 啦 ，feeling 伊就讲，我感觉这首歌足适合咱两个唱的安尼。伊讲他很开心啦，就是说，龙姐你来给老师邀歌哈，老师就觉得很荣幸啦哈，其实是我更加荣幸啦，对，所以他真的是有破例一些他原来的做法就对了。我发现老师呢，您宝刀未老，而且在台上的演出啊，那种带动的那种气氛啊，那种氛围啊，真的超棒的，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在这里要祝福老师永远这么活泼，这么帅气，这么健康，有活力。阮阿爸的查某囝，人拢讲好命其实上孤单，定定美在规歌的笑声后壁，等待要困真情的迄阵仔，甜甲无声，抓阮手骨仔相对看。从细汉不捌出大声叫你先赶行，予一个丧命看甘用，加好翁的命。交代你个界路莫行，平平凡凡水水啊大，踏遍啊偷听你用歌来拼心声，不知要学落呀心痛，只有。
手开来相对看。做着阿爸你的查某囝，敢会当一世人凊彩来换？骂你一声，我顶陪听，惜咧心肝惊人知影。点点浮浮沉沉，咱两爸仔囝，台顶台脚，手开来相对看。点点浮浮沉沉，咱两爸仔囝，台顶台脚，手开来相对看。阮阿爸的查某囝，人拢讲好命其实上孤单，定定美在规寒的笑声后壁，等待要困真情的迄阵仔，甜甲无声，掠阮手躯来相对看。从细汉毋捌出大声叫你心肝惊，予一个丧命看敢会有嫁予翁的命。交代你夜界路莫行，平平凡凡水水啊大，那边啊偷听你用歌来变啊心声，不知要学落也心痛，只有手开来相对看。做着阿爸你的查某囝，敢会当一世人凊彩来换？骂你一声，我顶陪听，惜咧心肝惊人知影。点点浮浮沉沉，咱两爸仔囝，台顶台脚，手开来相对看。点点浮浮沉沉，咱两爸仔囝，台顶台脚，手开来相对看。用歌咏作品，和作者歌手有代表作。叶家修老师，老师咱欢迎。嘿，国珍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老师真侪人本来就捌你，知影外婆的澎湖湾，嘿知影乡间的小路。啊，有的朋友刚才听过正头拄啊报歌名，讲梦中也好，就是武判你是生命。啊，佮有听小我的金棍，都有我的等你。你的代表作有够济，啊，咱见面，等到唱这条歌吼，普遍人就很得听的，手开来相对看。制作人哦，的责任是，互歌手用伊本来面目，伊家己的故事讲互伊的观众听。当初我做谢金燕的制作人的时阵，我就讲我有一个惯例，就是我希望歌手甲我会当做一个沟通，较密切的沟通。啊，小燕这个人的个性，伊较保守，主要是因为爸爸是地国人啊，所以对伊来讲，伊可能嘛真侪约束伫咧哦。啊，差不多2-3礼拜了。伊有一天打电话讲，老师，无咱找一个时间，好好聊一聊安尼啦。因为作为地姑娘啊，查某囝，老实讲有真济辛苦，也有真济较特殊的迄种生活方式。我讲了足济，我感觉讲，伊生活中上界感动我，就是伊甲因爸爸这种的相处的这种感觉，而且有一点。我发觉讲，伊咧甲我讲话时，我就发觉伊甲因爸爸相成的一点，就是咧手骨来足深的。所以，在因两个人的对话时阵，我就想着讲，因两个人咧讲话时阵，一定手骨啦相对看。啊，这条我就是我写伊甲因爸爸，阮细汉开始的一寡生活故事。啊，我甲写作对唱，另外差不多2-3礼拜了，我写好，甲伊伫咧车顶。
阮两个要去录影的时阵，坐喺车顶的时阵，我就讲，我放互你听一下呢。听了伊就开始哭，我讲老师，咱先来去看爸爸好。我就去摄影棚去找因爸爸，伫遐等有空的时阵，早去休息室跟爸爸讲，就放因爸爸听，因爸爸听了就两爸仔囝警察无胆咧哭，安尼就对啦，两个嘛哭干呢。因爸爸哪哭哪甲我讲，这条歌一定爱甲留咧吼，留咧等我换一个公司，甲伊做伙共一个公司的时阵才来出，因为迄当阵因爸爸甲伊也无共公司，因为迄当阵因爸爸袂当来唱。所以伫录音室内底，伊干那唱伊家己的部分，迄个感觉，互我感觉讲，伊用心甲爸爸虽然无伫哩，但无伫伊身躯边，但是伊就迄种对话迄种感觉已经出来啊！我对小燕这种发出内心出来迄种感觉，我感觉讲哦，这个查某囡仔真好真好。所以其实我家己写的毋若一条歌啦，到尾啊，甲王世贤嘛，还佫一条什么。我有酒量，你有酒胆。哇，你拢知呢吼？对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这个查某囡仔，坦白讲，伊是足够表演，而且足有想法的这个查某囡仔。但是真可惜，这条歌一直囥2年外。伊录好啊？伊录好啊？爸爸也未来录，爸爸也未来录，囥2年外。因为爸爸伊开始是因为公司的关系，过来爸爸就去深造啊，差不多囥2年外，囥到。我要带囡仔去加拿大读书的时阵，就无法度啊。我讲无，我来录个。有一届，我伫大陆伫演唱的时候，因爸爸敲电话我，因为迄当中有一个诸葛会社，叫我讲一定要来上我的节目。你炸迄条歌来，吼，你来唱，你找一个查某歌手来唱安尼，毋好伤够唱的，哦。我要互小燕听了袂介意吼，家己再来我遮唱安尼。录的时阵变讲，我哪唱，第个人对我一直唱，愈唱愈大声安尼。哦，我是感觉讲，伊就是一直来讲，一直希望讲，这条歌吼，伊足想要讲，会当正经甲伊面对面会当正经来唱。哦，这种感情，我感觉，伊嘛是有感觉讲，内底写着伊的迄种足深的感受。这条歌遮尔啊好，若无听你讲吼，当时连拍连宣传都无，嘿，拍算。咱倒是讲拍算的歌真济。在国外有一个制度，就是讲，因拢先出单曲，新歌对，就是 SP 一直出到你已经有知名度，这条歌嘛差不多红到你这个人拢会感觉讲，这个人差不多爱出合集的时阵，所以歌手来讲，有合集的歌手才正经算歌手。出新歌拢是，大家伫拼啦，都伫遐默秀的遐。咱因为咱遮的歌手大部分一出就是拢出合集啊，出合集是有足侪足好的歌，都拢拍算去啊吼。所以我甲你讲，我有写1000多条，你嘛，我想1000多条命中率才低安尼。其实我1000多条内底逐条歌我拢真用心伫遐写的。有影，老师讲这有影，你著敢若对唱的，你敢龙姐。爱的单咯，嘛佫无共款的味。这条歌真特别咯，这条歌在台湾嘛算有红啊吼。结果我去到大陆时，发现伫福建这个部分，伊是排行榜前3的台语歌，因为大家台上去到遐，大家拢爱唱对唱的歌，对唱的歌内底劲歌无济，大家拢有当时欢喜起来，就要唱劲歌。就点来点去，所以伊个卡拉 OK KTV 的排行榜的前10名内底，就是阮两个。迄条歌嘛是拄好甲酒过来小队看，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出的。因为我拄啊录煞迄个酒过来小队看了，就去录这。因为我要带囡仔去加拿大时，就讲应该行的坐拢爱甲掀掉安尼啊。就伫遐录音室内底，哪唱这条歌，加去。MV 就拢伫遐拍，所以所有的镜头拢干那伫遐录音室内底，阮两个人伫遐哪唱哪佚佗的迄种感觉，嘛是真自然啦。我就感觉讲，真可惜是无去拄到，无去拍到南河迄种感觉。我感觉你无一条歌是用准的呢，你每一条歌拢足特殊的呢。老师，我真正安尼感觉呢。哦，坦白讲，有当时啊吼，较早伫做唱片制作人的时候，有迄种头家甲我讲，这条歌。足好的外国歌，比如讲，迄当阵日本歌，咱毋免纳钱啦吼，去甲登记一个迄个费用对。
就迄种的，我有当时啊，就会讲按照伊旋律，毋是我家己心肝内底写出来迄种嘿，我都用我的笔名，比如讲小鸟啦吼，这种的用笔名，但是我毋是讲迄就是凊彩写啦。毋过我会感觉讲有诶物件，我家己会甲过滤讲，这条歌是我家己心肝内写，要写我家己心中的感触的物件时，我都用家己的正名。所以各位人看到，我用本名发表的作品，大部分拢是无问题的安尼。双双对对的舞影，阮是靠手来做伴，无伊斗阵的生活，放予茫茫渺渺较开外，颠颠倒倒对人的舞步踏，陪着找你的形影。有话要讲无人听，只有对镜讨心情。放你回头将阮听，就是暂时的舞伴，你是阮生命。我无讲你嘛应该拢知影，就是暂时的舞伴，你是阮生命。若是醒来有你作伴，甘愿予酒精牵阮放点行，就是暂时。将水忍孤单，最后不知心痛痛。上惊轻松的音乐声，乒乒乓乓拢心肝。看人双双对对的舞影，阮是靠手来做伴，无你斗阵的生活，放予茫茫渺渺较开外，颠颠倒倒对人的舞步踏，陪着找你的形影。有话要讲无人听，只有对镜讨心情，望你回头将阮听，就是暂时的舞伴，你是阮生命。我无讲你嘛应该拢知影，就是暂时的舞伴，你是阮生命。若是
这么讲究写作，这个习惯是对当时开始。我本来就写真侪新诗啦。我大学1年的时阵，大一的时阵，我就看嘉义隔壁班的迄个女同学，啊，就甲我的诗，甲钉喺阮的校刊顶头嘿。迄早起顶出去，迄中昼我出去看到一个卡印伫我写的迄个诗顶头，就足气的。是落伫涂骹人甲落过是？都啊，都校刊人看了就捡黑白捡嘛，啊，都放喺涂骹有人甲打过去安尼。伤心嘛，咱写诗的人。嘿，足辛苦伫写的物件嘛对。但是我迄当阵毋伤心，我就想讲好，无要紧，我用安尼写，我被动要甲恁讲，啊，我来被动等你来看吼，啊，不如我来去学语达，我想办法，甲变做会当唱的歌，甲你耳孔戴往你的耳朵里面塞，我就唱互你听安尼啊。其实我写的真侪歌是拢家己连配器编曲拢我家己做啊嘿。我迄当阵甲陈志远老师做伙合作了。甲学到真侪伊的撇步安尼，我伫做我家己的专辑的时候，逐条歌拢甲讲，我提出一大堆，甲参考的 demo 的录好音，来讲我这段这4小节我要安那，这4小节要安那。陈老师嘛足厉害，伊就有法度讲啊，教我哦，你这爱写安尼，伊就做迄个味出来。所以我甲伊做伙伫合作的时阵，其实是哪个合作，哪学真侪迄种对。歌曲迄种编曲对歌的加分迄种部分，学到真侪。到尾啊，伊去用买断，就袂使甲别人编的时阵啊。迄阵我就开始甲别个编曲家、编曲的老师合作的时阵，特别拢头脑2、3条起来安尼，互请人编，啊我家己头脑2、3条。啊你若闹交，我就紧甲藏落去安尼。安我嘛开始试学编了，所以到尾啊来。可能到后期，尤其台语歌了啊，这个部分，大部分的曲，各位所听到的曲，迄个编曲，嘛是拢我家己做。功夫拢用出来。我开始写这条歌的时候，当然是有一个意境从我要安怎开始了。但是当我开始做的时候，是已经连配器，三话拢在想，我这要安怎创，这要安怎创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我的歌要唱现流较麻烦一煞，就是因为真侪我想着要编的物件，加一个物件。所以我甲陈阳老师有小可共款，就是讲要 copy 伊的物件真困难，要做 live 足困难的安尼。拄开始写诗，人感觉无爱甲咱读，结果你用曲要灌入去人的耳孔。啊，我所知吼，头一条作品你作曲的作品，结果就大轰动啊咧。因为我是去吉他社2、3个月，我学5和弦尔，我就甲迄个诗红打喺涂骹迄个诗，甲写作曲，啊，就翘课坐阮教室的对面吼，有榻仔边仔遐，伊遐开始唱互迄个心仪的迄个女同学，唱到迄个点名先生来甲，袂使翘课就甲你记落。啊，对我来讲，我就讲，这上起码我发表的物件，我嘛家己用唱的方式唱出来。啊，唱了我发觉，大家拢真有趣味啊！吼，啊，过年了，拄啊好，全国各大专院校。吉他社办一个联谊啊，啊，我就去唱，啊去唱的时候，因为迄当中我拢唱西洋歌，是，啊我唱，我就甲大家讲，我会当唱一条家己写的歌，下骹有林晨小姐坐下骹，真出名对，迄当中对，伊当中有一个半暝11点到1点的节目平安夜，啊，我就开始唱了哦，结果落来的时阵。林晨小姐问我讲：“这条歌会当来我节目录，我逐工甲你放无安尼啊？”嘿，到我就去到因的节目内底，尾啊，逐工的半暝12点，伊就固定放迄个，伊有只《故乡故乡我想起他》这条歌，含个《流浪者的独白》，伊就固定隔工安尼放，所以主要开始大家拢知影这条歌啊，我家己嘛感觉讲写出兴趣来。逐工讲演讲舞台一直写，甲我自细汉大汉，你还装卡上回花莲的真侪物件，拢甲写在内底，一种乡下的生活。我还没做办之前，我就4个去演唱会，啊，佮大学时间是有伫餐厅伫咧打工，伫唱歌，含甲迄当初甲一个台大的叫做阿波罗，这个歌曲还未出版之前，已经伫
规校园这附近，阮个学校传到文化大学啊、民传啊，啥都开始，大个学校都开始，已经变成校园一个风气，讲有这奇奇怪怪的歌，所以大家在问我讲，迄当阵民歌时代，有民谣风，啊嘛有金韵奖，啊无我是倒一代的歌手，我讲唔是咧，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做评审。我无比赛啊，我比赛的，我重点就是这样。我头一遍用别人的故事去写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个魅力，你知道？因为咱较写咱家己的故事的时候，总是有一种感觉。第一点，你本身的迄个主观的立场的理解啊，你写的物件，你无法度写得足深的。比如讲，我就无法度写乡间的小故事，甲阮外妈写入去。虽然我佚佗的所在是阮外妈厝的，但是我写芳香榜的时候，因为是芳香榜甲我讲的故事，生活中咱袂去感觉讲，才有这样甜蜜的代志。我感觉我上去就甜到的所在，就是讲，伊讲因外妈脚一支脚怪怪，一定爱举一支拐啊。但是看伊该做伙在行的时阵，逐工去接伊下课的时阵，无论安怎一只手一定爱看到伊，啊，行在沙滩顶头，所以叫迄个脚印两对半，加迄拐杖迄个感觉。对我来讲，写迄条歌上主要的感觉就是阮遐开始的，所以我写出来时，我会感觉讲，就是讲啊，这就是咱这么久一直传落来，这祖孙的迄种感情。啊，坦白讲，我写这条歌的时阵，我也毋捌去过平遥，我敢若完全照伊甲我讲的故事。我要这条歌变成全世界所有，因为即马全世界所有华文的音乐课本内底，拢一定有这条歌。是啊，老师讲实在，这天公伯也殊难。不过吼，爱阁有家己的灵感甲发挥。其实吼，听来到这啦，观众朋友拢咧关心讲，啊，你吉他咧弹，流浪者的独白，啊，隔壁班迄个组囡仔，啊尾啊，啊敢有进展？大家拢会问这个问题吼。我咧讲吼，我伫大学热伊4年中全学校拢知影我咧热伊，全学校拢知影我热袂着，因为我愈热，伊的行情愈来愈悬啊咧。啊尾啊毕业谢师宴的时阵，叫迄边遐讲，因为咱拢读政治，因为我读政治系，因为咱读政治，政治有一个足特殊的名词，叫做公共财。伊讲你太优秀了，你算公共财。公共财不能专属，阮听到这感觉讲，有小可噗噗安尼，过落来迄句你就听到规个骹拢冷过，我明仔载要订婚啊呢。要嫁互中原制片厂一个头家的囝安尼就对了。但是我感觉，我嘛无感觉足心肝食迄落，我感觉讲这4年因为有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有一个目标，我嘛乖乖到4年开始嘛，对不？心酸嘛，着爱甲祝福。啊，这个时阵，只有是唱《梦中也好》。是命运来将咱阻隔，有在我口干目屎，你也袂孤独回来。无地讲的心事像大海，只有心爱你才知。如今放阮孤单无奈，梦中也好，请你搁再讲一摆，讲你真心地甲我爱。梦中也好，请你搁再讲一摆，讲你真心地甲我爱。
请你搁再讲一摆，讲你真心地甲我爱。无要讲的心事像大海，只有心爱你才知。枉费当初爱到这厉害，如今望阮孤单无奈。梦中也好，请你搁再讲一摆，讲你真心地甲我爱。梦中也好，请你搁再讲一摆，讲你真心地甲我爱。我上早开始的时候，是我的专辑内底，我会写一个台语歌，因为我是伫迄边遐写迄条台语歌嘛，是真特别、特殊的感觉。我伫金门做兵，内底有一个后方的迄个正拄白的，伊毋捌字用，伊册读甲你哩啦，但是伊足够煮的。啊，但是厝的人嘛拢袂写字。啊，过年的时阵，我拄好去互阮的因辅导长发卡，爱偷送迄落迄当阵，阮拢家己饲土啊，伊创一个三杯肚互我食。我伫看伊的感觉，伊伫食的时阵，伊伫食迄个甜粿啊。迄当阵大部分人袂寄甜粿来，但是因厝的就想讲会寄甜粿，但是地址佫写毋对。到摕到伊的手的时候，迄甜粿拢已经生膏啊。伊摕刀啊豆伫遐写，我就是看到这种感觉，我讲这嘛是一种亲情啊。所以我才会写迄条台语歌《苏爱你》。苏爱你，但迄苏爱你毋是阮厝的人伫想我，是迄个护肤因厝的人。我才开始写台语歌，就讲有一群人需要咱来去照顾。尤其我听到江蕙唱歌，我都有一个感觉讲，这么好的歌哦，是讲伊唱的主题，咱无法度去写一个较特殊的物件。有影。对，啊，江蕙来找我。哦，伊是讲，吹的，伊要做，我当初甲写2条歌，所以我写一条梦中也好。这条歌嘛是真特别啦，因为我开始写，然后制作是唱片公司请一个制作人，啊，足好笑的是，伊请一个制作人是请我的学生。哦，但我迄个学生呢，伊是外省人，袂晓台语。啊，头家甲讲无要紧啦，你就反正哦。江蕙遐高唱哦，你就顾在唱吼，你顾在唱，你若音啊啥货代志拢甲处理好势，教唱吼，应该做专业甲做好就好。唱腔伊家己晓设计，要家己晓设计，伊足够唱的嘛，伊唱来足有味道。上电视的时阵呢，是胡歌甲迄个郑敬英两个做主持人，啊，郑敬英就足热的这个人，就开始伊唱煞了，郑敬英这条歌好听哦，我小等下，咱来算看卖啊吼，看这条歌内底吼。你搁唱一个，搁唱一个我听。梦中也好，请你搁再讲一摆，对无？安尼唱对，我你搁唱一个，又搁唱一个，请你搁再讲一摆，伊就开始唱一两三，一段三个，啊，拄啊唱三段，啊，要求拢总讲到解。啊，迄段时间拄啊社会，大家对遐生迄落大家乐啊，甲你的讲对讲的对吧？对。自迄个节目播出了，什么拢唔敢放啊，因为惊去讲着别人，你知影？规家路拢惊去讲着安尼啊！啊，迄个我死就手机啊，摆摊店来甲我唱，讲你写遐个物件，你一条歌反正咱做7、8条来唱，因为我歌词会当写介济，唱着咱就是独白。其实迄是我出版的，我家己头一遍唱的头一条歌，但是唱片公司的头家，就迄当阵是迄个林阿姨，海山的林阿姨，就甲我讲。讲你其他减了，你安尼哦，我念都念袂赴啊！你内底内容吼，我安尼拢记袂掉。我讲啊，但是安尼我都你甲我减掉，我都无迄个我本身的趣味啊。出过来唱片的时候嘛，真特别。你可能毋捌听过讲，
歌手袂使去宣传的。哦，诶，我是袂使的。我出唱片时，我的唱片封面顶头写叶家修3字足大字的词曲主唱专辑，下骹我的面已经乌起来了。我迄张唱片出来了，思念总在分手后是派潘安邦去电视甲我斗唱的，我电视袂使去的，绝对袂使。我嘛讲，我就问迄个问林阿姨因查某囝，迄当阵咧做我的宣传，点将唱片的头家娘啦。过节我是安那袂使去电视。伊讲，你若上电视，惊销售量规个拢停起来啊！迄当阵拢爱帅哥，刘文正啊，遐大家拢比因大个啦，对，啊像这种双股有来咧危险嘛安尼啊。但是我嘛足感谢因哦，因为这是一个足特殊的宣传方式，较早无安尼做，就作词作曲主唱，我嘛算应该算华人社会头一个。伊自较早到即嘛，有迄个作词作曲主唱的组会，可能刘家昌老师一个尔，但是刘老师一寡歌词别人写的，我是作词作曲主唱，拢总我一个人拢甲包了了，啊内底歌词足长的，歌词长我袂要紧，我家己搁写足侪故事，用这条歌背景故事啥货，所以迄当阵，阮我开始唱片公司开始有迄个蝴蝶叶无。较早人唱片拢夹入到内底，唱个菜内底，阮爱掀开蝴蝶啊，这条歌的故事是啥，一个，啊内底才搁有一个迄个歌词迄个单安尼在内底。就我有一杯香香来啉落去，希望随后会当放声叫你的名字。是你若无你，时间有啥意义？放予伊茫茫渺渺过去，期待着看见你。思念的苦酒，我有一杯香香来啉落去。希望随后会当放声叫你的名字，是你若无你，时间有啥意义？放予伊茫茫渺渺过去，期待着看见你。窗外雨水滴滴，打入阮的心，思泪若搁看袂尽。才肯相信我对你的情重偌深，思念的苦酒搁再一杯，我甘愿醉到死，等待你将阮轻轻拍醒，用微香才疼惜我的心。就我有一杯香香的啉落去，希望随后会当放声叫你的名字。是你若无你，时间有啥意义？放予伊茫茫渺渺过去，期待着看见你。窗外雨水滴滴，打入阮的心，思泪若搁看。应该怎样对待你，才肯相信我对你的情重偌深？思念的苦酒搁再一杯，我甘愿醉到死，等待你将阮轻轻拍醒，用微香才疼惜我的心。水滴滴打入阮的心，思
情向我倾，思念的土酒搁再一杯，我甘愿醉予死，等待你将阮轻轻拍醒，用伊向这天烧我的情。歌吼是要唱好，甲人沟通的。你爱甲规个心内要讲的话，讲好清楚，互人听。我伫写一条歌的时候，我大部分拢会甲背景先交代一下，甲大细项代志，再来讲着感情，一步一步，敢若演电影共款安尼，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加。其实我伫写歌拢有分镜啦。你像外婆的朋友，我嘛是阮风开始吹起，再吹到椰子树，再吹到沙滩，甲上尾才去吹到因外婆啊。啊，有一个故事，人在听起来的时候，会有一个记忆点嘛。比如讲吼，咱即摆搁讲一个题外啦，我有一条国语歌，所有的读过大学的人，大部分知影；有去过救国团的人，大部分拢嘛会晓唱，啊嘛跳过。迄条歌叫做《第一支舞》。系啊，萤火会吼，郭老师讲实在吼，可能100个捌唱过。但是可能敢10个知影是你作词作曲的，对，因为迄条歌是安尼，迄条歌是一张足特殊的唱片，迄是我制作的一个正大一对，这对真厉害，这周秉钧甲杨海威，咱先讲杨海威啦，杨海威水哦，我做迄张唱片了，伊随着去主持节目，强棒出奇的主持人，足水的啊，到尾啊还较有才华。你知影犀利人妻，伊编剧的，啊个上无简单就是台湾人去到大陆去做编剧，孝庄逆死嘛是伊编的。迄个男主角周秉钧，本身就是演导，你算真白面书生就赢了。尾啊，我一天阮加拿大要坐飞机回来时，伊才走来，在飞机顶走来，老师，我要订婚啊咧，我带我的未婚妻来看你安尼，结果出来，啊，我你招呼拍了，阮隔壁迄个坐我边仔才甲讲哦，迄个吴小丽呢？即我生两个囝，拢是足有才情，拢足有才情的，这两个，啊那，这毋是讲这甲我无关系，都是讲我有机会讲我教着遮尔好的学生啦，我特别爱伫遮讲，迄张唱片我做1年半，因为迄张唱片我希望。那还未听过的朋友要去听者，因为正经我的心血伫内底，逐条歌拢有一个背景音乐，拢有一个对位的歌。像头一条就是《无缘的青春的回忆》，就是我高中的老师郭子旧老师写的迄条回忆的迄个。春早已去花乱飞，规条歌伫内底，阮头到尾合唱团去请正大合唱团来唱。唱来做底，含甲夹做伙，2条歌的旋律做伙行。第2条歌是我家己做落去唱的，唱《Rain and Tears》，因为伊是第一支舞，我的第一支舞就是《Rain and Tears》条英语歌。对我来讲，迄个唱片可能是我规个做制作人这个过程内底，就上解上脑筋上烧脑的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到尾啊，大家对第一支舞这个回馈，就感觉上起码伊去触动着一群人，啊个，互所有的人拢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要参加萤火会啦，要创啥啦吼，要请查某囡仔跳舞啦，要创啥，时拢会去想着这条歌的时候，安尼对我来讲就是真好啊。迄已经变做真正的民歌啊！已经头拄我正咧讲，人袂记得作者，但是一代传一代啦。对啊，有迄个机会会当做这代志，真特殊啦。像你头拄你讲这个听小我的情，这个歌手其实伊真特别，林燕如是我真疼惜一个歌手。当初是因为陈其礼陈大哥在大陆呢，迄个湘江顶头买一个岛，叫做月娘岛。
伊就请我讲，你甲我写一个宣传歌。啊，我写好了，便公开征求，大家来试唱嘛。林彦如是无征求到的，伊家己走来，听到消息走来，伊甲我讲老师，我都检查过，拄啊切片过，吼啊，我身躯内有歹物件，你会当互我一个机会无？迄个时阵就已经身体有过硬，我嘛带去甲大陆，迄当阵身体因为无好，草药拢爱随身过，规大包安尼炸落去，早暗爱去转药啊，去遐拍外景，我等甲一段时间，讲，因如讲，市场反应袂歹，唱片公司就讲，无咱甲签落来好无？因为我当阵就认为年哥去做总监啦，年哥的头家才讲，无咱甲签落来好无？签落来就开始个设计，啊，才有听着我的这一条歌，这条歌出来时阵嘛是真特殊，大家拢伫遐查看啊，到底迄个疼惜我的吻，迄个吻要安怎唱，要安怎讲，要安怎读？一般来讲，啊那是名词了，它吻哦，啊，我那宣传就你甲我讲，啊出去要安怎讲，还是听着我的吻啊？是讲无啦，咱都唱的时候嘛是唱听着我的针，因为咱要强调的是迄个针的迄个动作，就是爱人听着讲我上起码一个查某囡仔要针人的时阵，伊是一个要鼓起什么勇气落去表现迄个感觉。但是林彦如的声是无人可以取代，伊足特别的是，伊本身是一个会唱歌的歌手，但是因为学的歌伤杂啊，所以我变讲特别甲伊配唱的时阵，爱硬甲凹倒转来，伊唱我的旋律，伊定能唱就唱到别人的旋律去啊。因为伊惯是听到苦了，伊就去唱一个伊熟悉迄个旋律，啊，可能安尼才会感觉讲伊较无迄个特色。一般人较早可能较早伊无红的原因嘛是，因为我一直感觉讲足可惜，就是对于我来讲，伊的声线是所有台语歌歌手无的。比如讲，江蕙唱歌是技巧足好，声足水，但是林彦如伊是本身坦白讲，伊唱歌无什么技巧，但是伊个声线吼，就是我听了迄当阵你讲，听伊唱歌，你开车若听伊唱歌，你就袂超速。你就乖乖跟咱蔡琴共款安尼，稳啊听，迄个感情就是软啊来。虽然我较写的起伏足大，但是你听伊的歌曲的时候，你就感觉讲思念的歌就我有一杯，伊规个足跳动的旋律，对伊来讲，伊就会当甲唱安尼平平顺顺，互你打心啦。我感觉我甲伊接触遮尔久，我感觉讲伊互我感觉就是打心啦。到尾伊嘛是足平静，就安尼过去啊吼。啊，我感觉讲啊。伊用歌，互大家人心，迄种心拢安呐，吼，你得安慰。嘿，对，对我来讲，伊会当表达的足侪歌曲吼，一寡歌到伊的嘴内底，互伊唱出来了，迄种软正，但是有气口，伊家己本身佫未变动的迄种林彦如的特色伫你内底。我有这个机会甲伊合作嘛是真快乐一项代志安尼。但是你家即嘛？还个时会想起，会思念伊。足思念的，因为有当时写歌的时候，你会去想讲，这条歌若是煞来唱，偌好咧，有这种感觉。因为我最近，比如讲，我最近大陆请我伫迄个福州遐，福州有一个公园啊，或者闽江公园，因就请我甲写一条歌，在写的时候。迄个歌手较像我未合我的味，我就想我林彦如念来偌好咧。老师拢一直咧甲人结好缘，一直咧针对歌手写歌互人唱。不过我知影有一条歌，毋是特别为这个歌手定做的，结果伊大迄度，就是武判，你是说咩对吧？对，我足罕咧写这种歌，但有一届我看到，陈小云伫唱歌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若甲写一条吼。比这个较好听，我唔知安那，较有内容的啦，就是讲国写较丰富迄个内容的物件。因为我就写好了，去年公司要甲改变造型，要互伊莫阁行迄种本来的味，看换一个方向，看会当去提奖还是安那呢？无用就无用啊，无要紧啊。但是拄好边啊，一个我熟悉的查某囡仔讲。老师，无这条歌互我好无？我等咧出唱片，
啊，就提去，啊，张永强是伊的制作人啊，所以这条我唔是我编的，当初我若是我编，可能还阁无编得遐好，好大家对伊完全就是名也改啊，吼，真心美也是伊也是一个新的名，啊，规个造型都个改，啊，规个将铺出来，全部出来，啊，所以我摕金曲奖，新人出来哦，就这条我摕伊就去金曲奖了，就摕啊最佳迄个算闽南语歌曲的女歌手，女歌手对吧？足侪人拢捌叶家祥。今日听你讲过了后，才会理解讲，阮所捌的是20%、20%的叶家祥。老师，有心来啊，互我拜托，咱心所爱的歌奖头前，甲阮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印一个互阮流乱的手印。老师请。哦，这去甲 LA 啊嘿，好来。老师请坐，感谢。咱的歌无袂长，条条拢是咱的心血。未来的歌单，望讲你搁较侪作品，好，搁较侪单路，我爱听歌的人。好，非常欢喜吼！而且我要甲伫遮甲所有朋友讲吼，写歌、唱歌是一种足快乐的代志。做一个作词作曲，还佫会当唱歌的人，我这世人我感觉安尼我足值的。老师，咱嘛知影讲前几年啊，媒体有咧提起讲你健康，嘿，有了啊，互人较烦恼的所在。啊，你即马爱保持快乐，阮期待继续听到你的新歌。好，多谢，我绝对足快乐，继续佫做落去，安尼多谢我老师，期待，真正期待。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